主席，啱啱聽完之前兩位議員嘅提問，同埋專員嘅回覆咧，就講即係有啲醫療嘅資料啊，又因為私隱問題啊，就冇各部門咧就冇分享啊。咁呢個明白嘅，因為醫療嘅資料咧比較私隱，都比較敏感嘅。咁但係譬如有啲專啲嘅，又唔係咁敏感嘅嚇。就譬如喺上星期五咧嘅房屋事務委員會咧，房委會就話佢哋有做人口統計嘅，咁有各住戶嘅資料數據，例如咧有幾多老人家住緊啊，咁關愛隊咧有冇做好屋邨嘅住戶統計工作咧？如果冇嘅話，社署同關愛隊有冇問房委會攞呢啲數據咧，方便關愛隊去特別照顧啲老人家？因為呢啲數據我相信比較簡單嘅，唔係咁敏感嘅。另外咧，據我了解，而家咧其實咧都有唔同嘅慈善機構訪問同照顧啲獨居老人，提供送飯啊等服務嘅。我想知道咧，除咗轉介服務之外，社福機構同關愛隊有冇做好協調工作咧？佢哋嘅工作會唔會重疊，甚至咧係惡性競爭？因為大家都有績效指標啊，係爭表現啊咁樣，可唔可以講下呢啲例子咧？好，專員。好，多謝鄧議員講啲數據啦嚇。即係如果我哋講緊係一啲 aggregate 嘅數據咧，咁我哋係有嘅，即係我哋會有參考唔同屋邨嗰啲 aggregate 嘅數據。不過我哋更加想嘅咧，其實就真係去到個住戶層面嘅一啲資料，即係例如邊個單位可能係一啲獨居長者，邊個單位可能會係一啲雙老嘅長者。咁房署可能係會有機會有呢一方面嘅資料嘅。咁但係呢方面嘅資料佢就未必可以就咁俾到我哋，因為有個私隱嘅考慮。咁我哋其實做緊一啲功夫，我哋希望可以解決到呢一個問題，咁就變咗我哋將來咧關愛隊去嘅時候就可以到位啲啦，更加就唔使有時可能拍咗門，可能係發咗啲未必係最需要關愛嘅一啲嘅屋企，亦都滋擾到嗰啲嘅街坊，咁亦所以效果係冇咁好。咁我哋希望掌握到呢啲資料之後，可以做得好啲嘅。第二個問題。係第二個問題。係咁，我或者都講一講下，即係我哋嘅非政府機構嘅社福機構啦，同關愛隊啦之間咧，究竟係有冇協調呢個問題啊？咁咧喺我哋就算喺試行嗰度咧，我哋都已經係即係將關愛隊同埋佢嗰個小區相應嘅一啲嘅社福單位咧，無論係長者服務啦、康復服務啦、家庭服務啦，或者咧我哋一啲嘅社會保障嘅服務啦、精神健康嘅服務啦等等咧，全部咧都有個配對嘅啊，即係話咧喺個小區裏邊咧，相應係邊一間嘅社福機構啊，就住嗰個服務佢係揾一間就得㗎啦嚇。咁呢啲全部都配對咗啦，咁亦都安排咗佢哋咧就互相去到有探訪啦，了解到嚇佢哋嘅即係我哋社福單位嘅中心裏邊提供得緊啲咩服務嘅嚇，例如啲咩活動啦、咩小組啦嚇，或者啲個案啦等等，咁讓我哋嘅關愛隊成員咧都知道嗱，其實咧就個服務嘅內容係點嘅。咁所以咧正如我頭先解釋咧，就係關愛隊咧，佢着重嗰個咧係生活日常嘅鄰里支援嗰個關心關懷嗱，咁同埋咧就同佢去一個社福單位去參加活動啦，或者咧尋求一個協助咧，其實咧兩者係相輔相成就冇抵觸嘅啊，咁亦都唔會話有任何重疊啊、競爭啊呢個咁嘅問題嘅啊，咁我回應係咁多，多謝主席。